平台艺术的窗口平台之音的朋友，感谢大家好，给你收看今朝的数字电视市场。从今朝开始啊，以连续3天为大家播出由数字平台头创作演出的中篇台词《水人》。水人的原型呢，就是清末明初苏州著名的水娘沈瑞。这个水品曾经作为慈禧太后70大寿的寿礼上供，也曾经呢是赠送给意大利的国礼。但是呢，那沈瑞身浪向除脱该彩的水女之外，历达不人才子余绝，以及上游实业家张建之间的情缘更加难人寻味。而水人一部中篇讲的就是到三家里之间的各种情缘。今朝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第一位角色。今朝一举一两年的两个神医呀，中国最有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打听着268年，今朝是什么一日天？现在是下半日3、4点钟，北京城里向朔风后响，大雪纷飞。来了农工商部水工科的院子里坐下一个人，啥人？水工科总监的沈瑞，也就是本书的女主角。沈瑞今年40不大，清秀的面孔啦，撒下一对两些愉悦的呆红哎，马上去多扎眼睛，盖牙清透，推出一个不入神界以后的神人之美。沈瑞原名叫沈锡军，养了苏州草门啊有古东山之家，但是伊辣外婆屋里向长大。外婆辣摩托镇浪向开水坊，所以里5岁龙针，6岁学水，8岁随学处女座烟雾头，名震歌手们被大家称为紫水神童。8年门的慈禧太后过70大寿，立个2幅水品被推荐为寿礼进贡钦定。慈禧一见大加赞赏，称之为绝世神品，为4不离的水字。随之沈锡军更名叫沈水，而且为获得一个丫儿叫水神。留下来慈禧随了农工商部设立之女子水工科，现在个闲话讲起来嘛，就是皇家次水学堂，声明沈瑞为总教的，专门为国家培养次水人才。自从大致惊人，沈瑞一面大学生子，一面干创作。最近已经了研究自家新创的一种水法，叫仿真水。为此研究仿真水，甚至带着非常王实的程度。现在受了8家门第，真了非真之戏。水房们突然推开，黑妹子啊，那边水在，快点出来看娘。有好得了，阿子要问，门啊不开，冲进水房做啥家？姐姐，哎，怎么了？沈瑞的阿子要叫沈烈。比沈瑞大5岁，还是水娘出身。姐妹2家头一代学水，一代战斗，一代竞争，感情相当好。不过那口子里张面孔嘛，随便哪想不得，把沈瑞居然是一个爷娘养出来。沈瑞生的是瓜子脸，介绍里个阿子要生一张油端端、胖嘟嘟的大饼面孔。外加小辰光吃过天花了。面孔浪向有点点高高低低，侪是个模子，上一来下一来中一来右一来，加起来108里得了介绍。不过面孔没长得不好看啊，良心来得个好。现在扎拿妹子一把拖到该大门跟随，门掀开一点风。嗨妹子啊，你快点到外西看娘，你看娘。大风大水的，有啥个西眼睛海口讲？眼睛吹大门缝啦，对外头一口闷。就说外头大街浪向一片混乱，大家在浪大奶嘴。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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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甚至看得清清爽爽。队伍当中，非但有200岁外道，还有中国人。哎呀！这是王公大人一个来在满子风水，通家大口，忙正后错在方向去。难道京城里出自啥个大事体噻？清朝不明，改朝换代，这个事体都得摇摇晃晃来开。当门突然推开，外头滴答是冲进来一个人，
不是别人，生是一个男人，余角余炳生。余角比生水大3岁，出生了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既然长得清水斯文嘛，而且活得一身好。结婚各位夫妻俩搞的一个河一个水，湖水相辅，影影相伴。生水能于经商，余角带来的帮助是功不可没。余角作为水工科的总办，负责水兵的营销，所以外头的饮水是特别多。有辰光吃也不回，现在达到理想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水兵，姐姐，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今朝啥个日节节，哪里里我谁不对了嘿？冰城，出了什么事儿啦？哎，妹夫啊，那慌里慌张的大猪从这样跌进来，出的啥个大事体家？姐姐，姐姐，大事不好！你告娘喏。没许四世气更大，一心功努力牺牲，也开非必是我们。王人一对亲人，不少不漏，军人背书惊人，起居只配家丁，手里微微是啥的，马下下水灵灵，马戏冲去打针，光这个大家在那大内玩，风归勇啊一张脸，更有参与进西京，洋洋大清华一人，亲人。王然已经被推为大清上，沈瑞听见男子里向嗡的一来的了呀！什么？大清朝完了？那是真的假？哎呀呀！怪不得头门个鱼眼皮贴子3日3夜子呀！侬晓得要出事体，说皇帝要我讲个啥？哎呀呀，这么留下来，你哪还弄法家没法？看来今生不为救力，我们快些吃。你当是打仗才出来，院子里向个30几个人得来，一时头上吃到啥然后去？哪里来回哪里去？为手勾手，开沟水房，美美水平，亦能度日。这个离开水后。想不到200多年的大清朝说得是的，皇帝我对了，龙牌子用不上水的，政府包括个大官子，布子还用不上水了。水工科一加塞，看上去该咋吃水活堂，还办不来着。但是有啥个办法呢？苦里不想，东西了，姐姐，
那话比起真没真没，该打个人打字吧，留下来的人不地动地，一座气噻。还没办法噻，只好当场回复了为所追责。那么这个，我关这里多当报告了，准备起来啊！好，哎，阿龙，过来，来着，阿龙杀人，如果个根本疑呀，说龙经验是不在，但如果官邸亲没是如果个有望啊三个，哎，阿龙人没老实，不过老实对讲那个。娘舅，是啥功夫啊？菜马准备好了么？娘舅，快上路去家错子，千扎去你家都分东西，老夫子300个阵地，还不容易夹着2毛去错子。好，过来，刚刚关在那个事情啊，别忘记他，为什么？去吧。下，娘舅等个，明白的，弄去找。阿龙一个屁都奔出去，按少你现在刚刚出去啊，又从哪里奔子进来？娘舅，逗你来噻，逗你来噻。有这个辰光啥人回来？哪位大人？能跟上中午个战斗人来个是呀？听见战斗人来了，顿时各上鱼子不忙着。什么？张大人来了啊！快有请。就觉得奇怪，一这个辰光战斗人哪回来？要么来视察工作啊，总不会。对阿龙说话比那几百那个事情，阿龙会说起，如果侬身上将衣裳，正有什么妖精银子出来？外头来了。各位山东人50多岁年纪，身来挺拔，气度不凡。基于几分读书人的视野，也有生意人的观念嘛，还有点中国人的气派。那么各位山东人到底何许样人呢？讲出来不得了，那是中国历史上向杰出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大名鼎鼎的青梅上流，叫张謇。张謇是南通人，一生办过20多个企业，370几所学堂。每个栋村里啊，是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开路先锋。那么张謇哪还会得来呢？因为你本来的身份啦，是大清朝农工商部的部长，是里多2家头的顶端上司。通过工作当中的接触，对夫妻的才能、尤其是对生存的人品达至艺术，佩服之至。今朝来，随是为里多的前途而来。现在人达到理想。张大人，谢君迎接张大人。张大人教导，并生鄙人有人，失敬啊，失敬。朝廷已经垮台，何来大人小人的？你我都是一介平民，免礼。张大人礼毕，请。张大人请坐。请。张大人清晨冒险前来，未知有何公干？皇上也已经退位，又何来的公干？那您这是？身不比胖，摸出来一只精致的红丝绒的鞋子，盖头弯打开。哦哟，眼睛们一闪，金光一闪，一块金币。这个一块金币不是普通的金币，这块币的表面上刚刻好3颗1克拉的珠子，水边的后头还有一个意大利皇家徽的钢印。这只珠子金币虽然到现在是价值不得了了。沈教习，你还记得那幅意大利皇后像吗？哪会得不记得？这幅虽然是我4年门里睡的，但是仔细太怕我到御脚大10分去看它。伟大今日我就开始摸索方正岁了。这幅意大利王玉像是我花子整整1年半辰光来完成的。当时监管人对这种创新的手法抱有怀疑的态度，让让你封的闲话是复闪闪，但是最理是在独立之日为顶子压力，
我这副虽然宋代之大义，及车家之世家不来为。故日这副虽然了十八位郎将一炮当红，真不平为。我这是世家这个荣誉大将，全世界只有3个人获知大将，乃孙瑞就是其中之一。留下来清政府随侬个水平啊，作为国力，甚不知意大利的皇室。去年意大利的皇帝为之感谢清政府嘛，委任一枚勋章，位于这块周大金匾，指定半夜不能来本人，今朝我特地送过来。沈教习，来之不易，一定要收好啊！甚至从心底里感激扎起。现在事要漏得这个，你为想着，我可块金匾亲自送达我手里。预计古在兄为的是自家的水平，得达至我国王室的认可。张大人，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是啊，张道人冒了风雪特意送来，真高义不去。哎，区小事何足挂齿。但是刚刚我看京都游子里向，准备子大巴是要把车子了，兵荒马乱的，你们这是要去往何处啊？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为之够走。回转家乡又何以为生呢？开沟是一把美美水平，了一生生。宋队再来队伍容易，八水起家未免艰辛。二位，我的家乡南通，但多家乡苏州啊，一江之隔。此番我惠州南通准备要办一个女工授业所，想聘请孙瑞为所长，还缺狱中办这样一个精英的人才。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请秀工科全班人马随我同往南通，共谋苏修发展的大计，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这总是一件奇葩，一听听随便人马的大气，但有点兴奋。南通是个好地方，而且扎几个为人政治豁达又有见有眼光。我大的几年接触下来，已经不单单努力当上司口袋子，而更多的是努力当长辈、老师、打朋友。别个到底是去南通，还是回苏州？我有道理是指不还手家，还是要尊重一下余局的意见。所以对余局妈妈们，哎，你看呐，为分等余局表态，阿龙可输了大道理下。娘舅啊，侬实在能不老实，你还是自己看看吧。现在那已经来着呢，孙家，娘舅，侬家这两部举错子，我的两个女人半夜一年一部，侬生多大个吧，外语部侬全没有中改，但是个王家个侬，外语个日本女人，个傻子是傻子，得了傻的那不肯，娘舅，那可哪能发觉？啊，那弄出两个女人出来讲，对于做妈妈，哪有这种事情啊？都对阿龙眼睛对对，笨出了，各不为，各地铁路不离去。那他一度告诉我们的那告诉，阿龙是熬的养和两个女人那里，今朝预备一道大主去，各个在那合适呢。该告诉张面孔，细菌啊，这事情嘛是这样的，这外头进来一个日本女人，家朗向扎个是木结板，所以走起路来踢里踏，响得不得了。身浪向呢，扎个是日本人的国服和和服，一大路进来到里向嘛，两个手马正将毛头浪向一晃，嗨，还有郭大爷嘛是，大家好。这张面孔灯日走色啊！哎，你不能老的瞪啊！现在这人呐，トショ日本にいた時、あなたは私のこと、おつと愛して、どういう今しともみさのことで、でも、什么里ですか？来听可是你讲个日本话，你一句也听不懂。非要是你都听不懂，我自家弄不大清爽。
不过懂没不懂啊？我搿两句日本闲话倒蛮正宗，特会听日本老师讲讲。那么搿个日本女人叫啥个名字呢？叫方差梨子，大不叫唐差梨子。介绍辣辣日本个辰光啦，搭豫州两家头是一样的。欢喜里个大财爱得里死脱，等到豫州回国么，到这里再到里北京呀。努力养了外头，暗地下经常来往。那么你搿个几句成语啥个意思呢？我不得要努力翻译出来。当初辣辣日本个辰光，你说过个，你也永远爱我，当我永远等了一代。现在我回了外头，不管不顾，啥个意思讲？什么里得是看？边浪向的圣人看得清清爽爽。手这里等了日本整整1年半，这两句闲话句句听得懂。想想豫剧啊豫剧，你等了外头周花你唱后早有耳闻。听说讲有个王爷养了外头个侍奴，所谓个哥哥打你已经有来往，我往眼看眼闭，做啥么？因为我一门心思在那吃水了，你外头个饮水么也是多。逢上做起在所难免，所以你不是我也不问，但是我万万想不到，你竟然会有这样一个日本女人啊！气得个圣人手心发冷，胸口发闷，面孔发白么，指人发抖。
当初等了日本的1年半，我思念为你两家的感情在下思念最深的一段辰光，哪想得到你统统侪是假的。深深沙痕水沙东送此事，生日面对遇着几伤心的失望，眼里爹爹爱得了都狂而去。事体丑办，遇着这面孔是尴尬的，对阿龙忙忙那个笨出了，谁是在唱歌？对唱歌，你睡上，快点，东西弄出去。阿龙也想不了，不挂个日本语来挂我们的人，扔出去。当茶栗子啊！是快当我地草好嘛？叫我当茶栗子啊！西米马塞，对不起，我叫芳草栗子，不叫当茶栗子。芳草栗子，当茶栗子，错不到错呀！那个真怪我咋讲他没下个呢？我来自中国海几年在，当然会得讲几句个了。干嘛没下？你还是出去哦。西米马塞，对不起，我是来找我的男人的，我要和我男人一起出去。瓦卡里马斯卡，明白吗？那要明白。来，你的男人不是你一个人的男人，也是很多女人的男人。你说什么？还是我举5个男人。对不起，我不管他有多少个女人，只要他永远爱我，我也永远爱他。我卡里马斯卡，明白吗？来，不出去。我要和于先生一起出去。来，真的不出去。我不出去。你再不出去，你的男人就要生气了。阿国家，咱们同学难过，他一生气就不爱你了，不爱我了。哎，不爱你了，他就不要你了，不要我了，不要你了，你的苏州就去不成了，不爱我了，苏州就去不成了。要是我卡里马斯卡也是管我把你打过去的人，我有2句都怕用上的，讲非要离职了，哦，方才离职吃不消，已经对神有人的。哦，西米马塞，那我还是在外面等候回音吧。啥要我拿来？谁做生来嘛忙着外头，踢里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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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几个在，中手出气子，但高是要忙忙，有点眼口硬硬子，快点来打里办个法事。哎呀，为的是张头一了边浪，
德育的辅导方。张继是何等的知己？该种啥我在等了边浪不合适，所以立起身来。二位，通往南通一事，还是敬请慎重的考虑。张某告辞。慢，张大人，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哦，我跟你去南通。真的吗？我都听沈瑞答应的是西车房啊。那于总办，白内障是我国主要致盲原因。白内障看不清，很多人以为是老花眼，不重视，等到失明就麻烦了。白内障看东西模糊，滴沙普艾斯；白内障看东西重影，滴沙普艾斯；白内障眼前有黑影，滴沙普艾斯。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要坚持滴哦。沙普艾斯。番茄红素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健康元素。研究发现，直接吃番茄，人体并不容易吸收。中科番茄红素率先选用非转基因的以色列优质番茄，独特科技形成360度抗氧化立体网，高度浓缩，服用1粒就相当于24毫克番茄红素。每日1粒，我不来用，每天1粒，我在用，每日1粒，我不来用，女人也用，男人更加也用。4月新会员促销，买10盒送2盒，会员再享9折优惠。博士家，善作魂，金为本，贤养德，诚立身，孝当先，和为贵。百年好，时代好，民努力，后人好，共出现，祖国好，社会提升，节节高。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5月15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每瓶298元，涨价前延期特惠，活动价每瓶268元，且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61009567。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意思呢？如决一眼，高先生凭栏光出啥个决定，总归是要征询我的意见。现在我为分表态，啥里已经答应着，问我当然不去。为啥？高先生该当是水工科的总监人，我该送来读下这个官，哪个是少顶风落？那么这是这个南通是小地方呀。高先生去做老师，我去上进冒名，做得再好，为他人做嫁衣。这是我的还有2个女儿那边，那如果为收税，给他不要紧，我努力都安置了外头，但甚至不见面，日家一长，自己还是想过去了。假使得知地毛上说个南通，3个女人是累的，这个还弄得里去了。那是高些个星期变相再搞得开始，不能去。好，蒙张大人待爱人，但收税乃是欧语细菌的家乡。我们还是想为社鼓励，自为人人，这内通嘛，谁不去了？
我不去，谢君自受，也不会去的。不，我去。人心斗场对对戏，想得该阿不起。谢君啊，有什么话儿嘛，我们回家再说。好不容易驾着两部车子在外头等着，我们回去吧。哼，自欺！还是我为主守矩，用我的真一些，让你去呀大菜里只能下锅子啊！还是我在厨房带来做一对夫妻是个黄金搭档啊！不，我不回去。哦哟，夫妻两家头有矛盾者。那么按照大理上的做法，张建州你对我应该确身在跟这里男人为所罪。算了，南通的守门彻底关脱，省得里头矛盾升级。但是张建州你对，倘使我随日讲一嘴了之，影响的不仅仅是身在一个人的前途。影响的是整个中华次水事业的命运啊！但是现在余局不肯去，那么呢，让我来求求余局吧。余先生，张某有几句肺腑之言在此啊，都要请教。余先生，中华分明，有牛山，你还风雅是吕方，生于他8年纪在世纪上收拾女人美名扬，他是那一枝玉来三几尺，细情的来自阳故事在因花根香，像生在这样一个8年内有个次岁天才，就这样一句名贵的兰花，需要有好的土壤、好的环境，方能出好的作品。刚刚日本女人这个一幕，我才看好了海。假使呢跟子里哭哭啼啼回答所罪，日子过各种日子，你会算得出啥个精品哦？而乃身在将近40，老实说，乃此是一个黄金时期，他已经不多了。而那个方正水现在为分完全成熟，世界上像任何一样艺术要流传下去，必要经过几代天才的传承。而乃现在学生子啦跟乃学，基础才蛮好，起点才蛮高。假使能够跟乃学下去，等到将来乃拉着眼睛花着，乃虽不动着，那个学生子像雨后春笋这样一批一批会得出来。这样一来，那个方正水谁能够生生不息，发扬光大？余先生啊，抽出在我
当真是神若之路美然，唯一今夜举尽破瓦山。唐朝今朝秋季狗手去，百岁心情心彷徨，手手的时间也已迷茫，走死与相知几定。我是虚构里也得当这句是你放光芒后举他神人都上。国家虽然动荡，但是你这个受人不能斗啊，斗一斗这个接起来谁难？于总办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经营人才，老夫还是希望你陪审教习，夫妻共往南通。对呀，操死你夫妻，到底啥个心上？预祝也是样发说，边浪向个阿子要胜利，枪飞开口。做年头，妹子啊，阿是难跟搿种无良心人为主所罪。你这早浪向起来听见两句日本闲话是，那个味道还好了还，气得了眼睛也哭哈，那会算啥么子啊？关键辰光，我要帮自家个妹子个。嗨，妹子啊，难打南通去嘛，做啊讲我跟你一道去。边浪向搿点罗啥子一听嘛，美珍，你也跟孙两子南通去，对，南通去，南通去。主角是气人，谁来当我唱废的？得甚至茫茫，你真的不跟我为首席？是的。决定了？当然。不再考虑了？不用。好，咁么呢也试试看。我们给他一张王八了哩，啥么子狗血12饼？搿套狗血不是普通的字血。是明朝上海公民史家族的作品，因为公高里上有字叫龙香油，所以叫龙香油狗血。公民史是男子刺血，原来受到了进入后西方势力得到之巅峰，甚至于从小学个刑事狗血，但是你从来分看见过真迹。张杰晓得你欢喜千方百计，没他预测从今马下来么送不离个，搿套狗血是教日里人稀世珍宝，来。将所有的水平都上去吧。慢，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走，但是这12瓶古绣，请你留下。凭什么？它是我的，也是我的呀。那是张大人送我的。我们那是夫妻呀，你的么就是我的呀。你也可见狗水便当，跟我为什么水嘛？不是还大个的狗水天天等了一大子吗？好。那我最后再说一遍，我是不会跟你走的。好，根本得不要会，会，对，你不能走。沈教习，张大人，别勉强。秀萍她是有灵性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平台就是敞开平台新的朋友，感谢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水城》这部中片的作者是国家一级编辑，也是你苏州电视市场的老朋友侯兰兰。你曾经呢，当你聊天的辰光讲起过，说你想一部中片，可以讲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10分折磨。哪只活法呢？因为历史资料里向关于生产的记录只有3张纸头，而你也拿内容丰富的一部中片的量，也就是
2个钟头的节目，所以呢，创作前期你得去南通探访沈瑞的足迹，像张骞纪念馆的专家真情日记，在陶边上的正午观察水娘们的工作场景，采访方振水传人，做出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小作过程当中，后来呢会做出新的尝试，加坚持话剧表演、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让你一代代思路下去感受一下吧。沈瑞跟着张骞到南通，虽然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精神不能比，但是张水的学生子个个勤奋海跃，充满朝气。张骞生意浪向再忙，总归抽空到紫水班来走走忙忙，关心一下生活，了解一下学生子的学习情况。沈瑞精心指导，学生子进步蛮快，1年过后，所有学生子的水平全部达到了3岁的水平。张骞认为已经达到预期也够了，乃沈瑞可以脱出身来干点精品创作。后年就是世博会了，乃引导我的几年创新成功，拿到世界浪向去走日一番。沈瑞改种子收集在画家颜文两户的亚手上，画廊的亚手面色苍白，2只眼睛朝上翻，痛苦而悲伤。张骞说：“这幅画色彩恢宏，神态古别，难度不是一点点。”沈瑞就讲：“亚手是西方人心目当中的救世主，谁该个题材参加世博会，可以让外国人产生共鸣。我还愿意再来一天走人类而上，一旦成功，将是一大进步。”想不到沈瑞有这样的计较，张骞一口答应，大力支持。亚手上1岁，随时2年。那张骞眼睛里，这幅亚手像比起第一幅意大利王玉像更加出色，堪称完美。完工不几日天，张骞遂导致沈瑞这幅崭新作品有度崇洋，奔赴4年一度的世界不来回。水里的郑一定，谁觉着心里有点空落落。现在是黄梅天，刚才为了落雨，一些些个太阳带一出来子。沈瑞立了窗根上，只看见院子里熊熊的海棠，三八个栀子花，也是5个里子哇。遥想山间雨蒙蒙，5月杨梅正当红。欲摘此果尝个鲜，只恨不在此山中。房门推开嘛，就要进来，大胆里向。看见妹子少不清风，样子嘛也肉痛的了。嗨，妹子啊，姐姐，你身体刚刚好的一来那个窗口子，当心伤风。来娘，你看那这个啥么子呢？这个水里向脱下只雾，雾盖掀开来一看呀，杨梅。看见这个杨梅们，触动是沈瑞的心意。想当初我的预觉，你2家头还是自由恋爱。刚正结婚的头2年，你依我、宠我、痴痴想着我。记得给你让手追，还是这样个黄梅天，连德为到东山采最新鲜的杨梅给我吃。回转来辰光落大雨，连打这个来红你这样奔到屋里面这样张泥糊去，一篮子杨梅会顶了头浪了呀。李总当时我为的想不到我心里一人眼圈一红么，2朵眼里不舍得呀。而现在呢，时过境迁。嗨，妹子啊，你欢喜个玩海得第7年？我晓得在。你再欢喜东山杨梅，说可得来给到南通要落到来东山杨梅呢。一听在这个人接出来鱼儿杨梅，毛地把你杀这个。你去几个东山杨梅，为了市场来。东山杨梅来个在？要好得了呀！只看见一个人熟地个跌进来，一看嘛，呀，阿龙啊！阿龙啊！杜军嘛！今朝你哪位来个家？我被娘舅生杨梅来个哇！娘舅啊，
来呀，进来呀！夫妻分开至3年，3外分通过一封。今朝呢，如果突然上门嘛，但觉着有点意外。只看见的身浪向只是一件蓝灰色的绸丝长衫，手里向拿哈把纸书，别个面孔浪向少子几分春风得意嘛，多子几分蓝灯雨哟。娘子，一想哈，身体一直不睬理，深来一看，一来是杨梅，要带有点杀气的。我驸马李福忠，我余爷杨梅李东山杨梅，我一户李一雷，杀气的神仙当我别面头啊！所以单身之余教，一个把眼。哦哟，也好得了，谁讲这样好些人啊？哦，姐姐你也哈？我是不说哈，不像有种人呐，一只耳朵10本闲话，一只耳朵不尽闲话，够得个么叫痴人。哦哟，听得出个那戳我眉头。姐姐啊，我已见你带了一件礼服。我还有的，啥么子家？都去嘛，那。哦哟，2个阿代粉，啥叫阿代粉呢？但你现在化妆用的粉饼粗法不多，不过头有一个像阿代这个大点，一看嘛，羊嘴小腹称，哦哟，但是明白。一送水送2个，跑得带都开。姐姐啊，你擦了他们。定如年轻10岁。哎，不该，他不该的为他娘头比例。可不搞等个话是啦，斗群嘛，娘就是本来是毛牙的，我是斗群这面孔是牙不贵，该起码也2啊的嘞。母子他真10发2本，写出来冲我眉头啊！心开心呀。余娟啊，姐姐3年长。乃今500一封盈盈杀不尽，今在太阳西面出来的，你哪想着来着家？我是非来不可啊！我今晚得你讲，3年门前导致个2个女人为得受罪，冒2居房子作为安置，各个欢喜难买，环境湿土，预计吃不惯江南的地热，过不惯松嘴阴冷潮湿的冬天。半年等下来，看遇着后长龙的也摸不出来嘛，介绍一半的醉脱个是呀。哎，日本女人但是个多人种，本来想得蛮好，见他自家心爱的男人，天天腻了一台，哪怕1日3顿海菜来不干也无所谓。但是生活现实啊，遇着一日都要让外头忙于生计，路达会有啥个风花雪月的怡人要去。搿日本女人只觉着寂寞空虚，整天俯首是事。竟然吃上子鸦片，本来已经瘦吃3空，鸦片一吃，那是辈子只虎鸡动着。余觉着还出去看毛花过日家，但是自家的花一旦离开深邃的水，并不是几个动力。余觉着觉得身心俱乏，晓得个？只有拿高山清wei收罪，再还拿个屋里向藏起来。但是3年门前已经上至高山的心了，今朝随着个清地走起，不是个味道。看上去也飞脱一番口实了嘿，但是边浪向个胜利阿龙太少一的，超开地道。姐姐啊，我晓得细君最欢喜吃东山杨梅，所以今日单子嘛，特地来送杨梅的呀。哎呦，真个小小妹才会想到让你买子来。阿龙，咦，你不是讲南通送来份来果吗？什么比磨出来一块杨梅？你说姐姐。但未必追去吧？哎，那么斗云嘛，那谁到弄到外头去打打吧？晓得个，我那边上刚海无法抵挡，来得正好，我还有几句话要问问阿龙了，所以到阿龙2高头忙着外头出气。看2高头出气嘛，余觉该告子只面孔。娘子，我今日单次到底是。背水的呀，3年长，我难得想日子，对于人的不想。娘子啊，你我老一分的。
尽三载，我是扪心自问，太不该。我不该背你京中是那妾，为要居住出得把手追，为再不该么认你，夫妻把他相追，山里七星。非空独是悲，我是每逢3月春来的，我怕见定西那牡丹开，这位计划喜见女君恩，采么离阴雨的5月。他见之女结杨梅，这位暧昧之人，你最怪什么第一口来下衣？那么对怪偏向中红翠月，霞光空照着鸳鸯白么身心，飞于这梦里，睡么梦见你花下隐隐下，窗里是阴闪闪，认真地无仔细背来，与我相依相偎，心妹妹，手儿我心来，寄予我幸福。对么娘子啦，我是不半礼让。与妻妻绝，怀中怀恨是重重，三么一层恩，相思一层恩。为么送金要你们个地根据苦事，身作业八如违背，七位七句在胸中哎，你是有志妻妻，其女子非真最惜是金水，谁的生命舍让这愚公送，皆因娘上的金扎被么为鱼啊，爱的马后的孩子妹么更忠心将你追，谁么娘子啊，你们看书。所谓我来回家走，我们一力同心，把愚公背嘛，我还是谁两相背，风茶不无所谓，两相爱，永生永世谁不分？3年了，那个气还应当泄了。谁说个3年内不见我，可是对我惩罚，那么我想3年还足够了。刚刚已经走起了，10本余年日也醉了。说是恳请娘子不弃戏，随本人同翻共守，夫妻如有瓦水相扶，共创家业。娘子啊，惜君。你是跟我回去吧。并乃是天上心上，面对洋洋洒洒这样一份鸡谈书们，啥人趟得来？深柔的心慢慢就让它安下来。想起自家16岁的年，搭雨脚，辣辣后区满载花卉浪向一见钟情。开头呀，不同意个婚事。因为我是屋里向懒木头，我从小只为子孙，不懂家务的。要是你搞得热心个种男尊女卑的全家庭去，也吃苦噶。接上雨脚，啪，拿出一幅自家画的画，是自个画水，
得分家，收据历来治水大事，随着书家上府，两帮辅助，所能就为定军之下，定能胜于谁对家务。要再种不的失误，答应子该桩婚事。后来你两家头，礼物、我水、我相帮衬，事业真正实上。但是想不到一代军人，你是两家头越来越忙，焦虑还是越来越少，矛盾越来越多。其实最大精彩这样一步，我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家是一夜夫妻百夜恩，到底你都你个夫妻咋？军家的态度诚恳，上门认错，我还应该趁势落幕。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当房门推开了，hai妹子啊，姐姐，你讲啥枸杞啊？是啊，我不可是狗不去，气不够了，不枸杞干。你怎么了？你在心上说的我个，不里七个里飞牛，不个里飞马，那谁接上你个当子啊？玉娟啊，你啥起步的说的违反个？西个里飞到我个里，女班里飞到马班里，课堂里飞到厢房里，一点村里都可不还飞成点皮缸里。你让你妹子跟你出去啊？可以的。你把我说你瓶口水，爬出来！这个嘛，哎呀，玉脚做年头阿伟打阿龙五千头，搿点事体谁讲不得听的？想上去搿张嘴巴不这样唱个嘛？姐姐啊，这12瓶口水嘛，才得收罪。内与三军，这也是我惠州高手，谁能开解了呀？你等现在辰光会说句话啦？阿龙已经才干送过子。姐姐，怎么回事啊？牛色今朝得主上门，当地拜在态度诚恳，思念家妻一片真心，努力显得随本一婚。新来夫妻领于女人，立了公主先要开心，女人代理一说天经。当场的这个日本女人，吃子鸦片，三穷四贫，你懂得用空，爱心发定，可见公水一动难情，事实如彼此亲近，夫教之本，已经无子之人。哈妹子，公水不你骂他这样，那口晴天霹雳，什么子？公水不你骂他咋？我从小跟外婆学个就是狗水，但充分看见过真贼。虽然这趟金陵不来回廊，我得抓紧第一组排队，你请我帮你建立一幅水平的真假。我看见这幅狗水嘛，爱特着。一样是一个诗，东齐唱的字，后西忙的水，这样一件艺术珍品，这个世界浪向，再也寻不着第二件子啊！等到不来回结束，就说张先生拿这幅狗水送不至我。李说：“明日水中笔，应用眼里间，这幅狗水对你有用啊！”我是感动得来。这个几年来，试过500个神奇瓶狗水，哪会有我今朝这样的进步？你是我个命呀！你努力吃样单子受罪不受手，为死生努努的马特子，气得个身躯浑身发冷门，一句话侪讲不出。对月木有天地牛是家。
如今已是年轮眼，把八部正法不离一身。还经历金香走水把今年无，他必得我的一来夺我的根，负我的命来护我的心。天地间哪胸口一个热气了涌上来，咱来别气啊！俺来干是那个样。哎呦，还没咋，那大头熏了脚。啊，谁君啊？你看，谁那个都鬼的？你现在为啥来给他高声高气了哈？我们在今咱们送我俩阿得分了，那大西派的在弄个啥直播什么？阿得分，也没滚到两个乒乓，你也得。哎呦！那是谁个想吃到他衣服的？浑身让我一提示高嘛孩子，你怎能动手？别说动手，现在恨不得动脚那里。姐姐，这种人何必再跟他啰嗦？走吧，我一累死杨梅拎起来，大龙，关起去。我不啊，出手手一让唔结果那是谁工人起的哇？玉脚子还灰溜溜，不如而去。都改面的不管而三，哎，随了地球的另一半美国旧金山，现在有一种孩子，宾客满堂，公然接触，越胜巨阳，吃这个才是当地的怪俗名类。那当中有个中国人特别引人注目，啥人？谁是导致亚洲人来参加世博会的张继？本来张继这2天是考啊。因为了该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博会上，亚洲人不负众望，从74个国家选送的上千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为中国扎足面子。还有几年天谁还回国了？哎，介绍昨日突然这单举办方的亲戚，是要为中国办一个欢送聚会。搿张继觉得自己有点蹊跷，其他国家侪做得差不多，那单单为中国办欢送会。而且这副亚洲人实在现在分送走来，不知啥个意思哇？既然呢，辛辛苦苦的这副亚洲人，现在在过了大厅楼上的必须当中，这是用块红颜色的丝绒做出来。一岁游舞曲钢琴结束，一位女士追到水上边上，这口气的身上在一件白蓝颜色低胸素颜的丝绒长裙，棕红颜色的头发拨了头顶。一顶sehr有满子，别致轻盈，满子上下插个羽毛，强劲多云。头颈里个行里铁腿晶莹，嚯哟，这里当队都得吓人。但太太你看里海洋之星，鱼的一品，望上去感官低雅，相当迷人。李是一位公家夫人，名字谁叫玛丽艾伦，还是这种海上的主人。今在聚会上这一位，皆别具用心。现在朗朗之声，朗朗在后众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re。都听让邓日新说来。首先，我代表此次世博会的主办方，向各位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另外，我还要感谢中国参展团为我们带来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无穷魅力。大家请看，说这个来，拿块丝绒晃一下。哦，耶稣像。阿门。哦，很难想象，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居然是用小小的银针绣制而成。我对它的欣赏和赞美，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实在说不出来，只能唱了。
picture， 一张 photo， 特别真 ，difficult 士兵令人亲。When I see it， 我个心却动，浑身血液起飞腾 ，surprise 感动太令人闻，谁知心情真难分 ，beautiful 美丽是差群 ，I like it, feel it, so buy it， 我已下决心，永世珍藏是虚神。所以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我出的价位就是1万美金。张记得现在辰光再晓得外国人办搿场欢送酒会的用意。原来你到口中之水上，而且现在你价钿也已经开出来了。其实今朝有不少人侪是为这个副亚洲上来的。内当中有搿种艺术品团子的大老板，叫麦克996，出了门槛顶到96。你晓得搿种物事一做水子，还费几个更多了海。所以呢，公家夫人价钿一出，么的眼睛跟上来。我出1万1。边浪向立还有一个70几岁的奶奶，一只手叉子跟斯蒂克，一只手拿子个方头巾，现在吹了个亚洲上门地是恨不得拿里吃下去来。我个奶奶为这个亚洲上花子血本来的，等了改面一个多礼拜，开山用脱不散散，水灯金家这样一日。到现在听到吃咖喱么，你眼睛开开。我出1万3。这听见该打13500。1万4。哦哟，但侪是说好朋友，你都想到我来听，对啊别对。我出15000。15500。那我出16500。2万。哦哟，这个我去人生命也弄出来。搿边浪向张记现在辰光是焦急万分啊！搿副亚洲上是生产花子2年的辰光，可是说拿全部的心血统统全部倾注了上头，一旦毛脱是等于眼里的命啊！而且自家出来的辰光再三答应生产，一定为拿搿副亚洲上打出去。他是毛脱，那结果有少个面孔见了，但是不毛，但也不来塞。为啥？当时辰光，中国辣世界浪向的地位并不高，能够参加世博会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你将来会想辣国际浪向争取更多的交流，外国人不还得来。所以搿副亚洲上毛，不还毛，不毛也不来塞。现在辰光，张记的男子像风车一样辣浪走啊！嘿，有了，今朝亚洲上绝对不能毛。但是还不能啊得罪外国人，让我们来说一番打动人心的闲话，使得你到非但不冒水上，反而心甘情愿拿搿副水上还拨我。对，白内障是我国主要致盲原因。白内障看不清，很多人以为是老花眼，不重视，等到失明就麻烦了。白内障看东西模糊，低沙普艾斯；白内障看东西重影，低沙普艾斯。白内障眼前有黑影，低沙普艾斯。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要坚持滴哦。沙普艾斯。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我是家，善
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这现在辰光张姐心里向紧张，表面浪向相当镇定。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张某非常感谢大家对东方艺术的厚爱，但是这幅耶稣像不能卖。哇，一个聋子！哦 ，Mr. 张，我出了这么高的价位，为什么你不肯买 ？Why？ 为了一位中国绣娘的心。什么信不信的？中国人言而无信。我非常伤心。来，太热，他比上改啊 ！OK， 大家静一静。Mr. 张，我知道每一件绝世纯品的背后，总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你说为了一位中国绣娘的心，我倒很想听一听。好，那我就说一说。这幅耶稣像的作者是一位柔弱瘦小、土生土长的江南女子。她5岁学绣，12岁成名，16岁她的绣品一副难求。20岁被招入宫，研习针法，创造出自成一格的仿真绣。这幅耶稣像就是她的新作，仅丝线的颜色就用了200多种，每根丝线还要劈成32等份，运针10万余次，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历时2年方得完成。哦，2年？为什么还是亮丽如新？是啊，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为了绣品的清洁亮丽，他常年吃素，经常空腹刺绣，以减少气息对绣品的腐蚀。为了刺绣，他舍弃了做母亲的权利；为了刺绣，他牺牲了很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别人看来，他过于执着，但是他为了刺绣艺术就是这样甘愿受苦，无怨无悔。他不是用针在绣，而是用心在绣啊！所以这幅耶稣像精美绝伦，十全十美，乃是绣中精品，无价之宝。这次在我临行之前，他拖着病殃殃的身子，坚持要来送行。我说别送了，他脸带微笑，眼含热泪说道：我此生没有生养过，所有的绣品就是我的儿女。如今又一个孩子即将远行，今后恐无见面之日，怎能不送？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件精品留在他的身边，他的心怎能不空？试问天底下有哪个做父母的肯卖自己的孩子？我当时对他说：张简在，孩子就在，我一定替你把他完好无损的带回来。今天我非常感谢大家对中华刺绣的厚爱，但是如今各位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留下，叫张简回去，如何面对这位盼儿回家的母亲？哦，好一位伟大的中国女子，好一位诚信的东方君子。既然如此，我决定了，我放弃。边浪向个斯蒂克一听嘛，你放弃 ？Yes， 我放弃。
我舍不得放弃。那样的不然离奇，哪敢领不听的呢？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君子不夺人所爱。既然如此，让我们为放弃干杯！Cheers！要说这样无必归山，但是生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么单子呢还倾听无当。平台你这个参考平台真个朋友，跟着大家喊，给你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市场。张继搭生日的关系有蛮多说法，而中篇虽然浓度定位成神间，也就是所谓的蓝颜知己、红颜知己。那第三位角色当中，沈瑞搭张继分别由所在平台头的中类弟子常山云搭侯卫东演绎。张继卖国之人，立定极限，无必归杀。而且还从美国带走了一本画册，里向有风景、建筑、人物，侪是一流的西洋画，特地送给了沈瑞。沈瑞是为真吧？难当中看中一部美国电影明星贝克的西洋画，顿时有一种创作的冲动，那是哈子一发不可收拾，通宵打得日以继夜的手，本来身体就不好呀，再这个牙要么吃不消，可你知道都是昏倒了水房里。张继晓得么心急十分，要紧亲自德国的名医为沈瑞看病，看下来么两个字：肝郁，也就是肝硬化。为之让沈瑞有个形象的环境，张继瑞拿自家读书的地方腾置出来，让姐妹两家头住进去。背浪向那个两个字铁腕人狗签订，这个是张继的亲笔。张继求沈瑞，乃放我手中的针线，当我好好养病。沈瑞哪肯听哦？4岁随时里的生命。而且贝克的已经守在这关键时刻，所以这个一讲闭门不出，今朝是足足拉拉水坝门前守至8个钟头。现在再一阵水脱，不大水低头，因此望着水坝浪下一边立起身来，对自家这个一幅作品还看是看，相当满意。历时3年呀，一针一线杀个心血了海。今在总手无人们心里想十分出个卡文，多阿弟要来着，所以对呀分为姐姐进来吧。来的是张继，经常也来忙忙里，现在达到里向。雪君。哦，是先生呐。是啊。来的正好。哦。给您看一样东西。哦哟，贝壳的呀，水出来的贝壳比画册浪向的贝壳更加生动受神。满头金发的丝丝分离，为水里向的把羽毛手的蓬松感，还有裙摆浪微微的褶皱，这个才是高难度的3不里水制出来，开春完美。雪君呐，先生，真是绣得太好，太完美了。提意见呢？无可挑剔。你的针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您夸奖了。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呀。我知道。哎，你瞧，今天天气不错，桃红柳绿。如果你不觉得累，我们到濠河边去走一走。好，先生，您请。请。今朝个沈瑞狮子一个黄颜色的发髻，身浪向一身西巴的旗袍，彩绿颜色的滚边，旗袍骨浪向为水下一些种的兰花，至于了夏红边浪向春风习习，衣袂翩翩，这个一些种兰花，迎风而动，啥音啥意。虽然少一曲，随便受身，但是这种江南女子身浪向都有个清丽温和、灵秀之气。还是从你的骨子里向推制出来。最在海洋家的前面浪向身体的立定，但四周围看看，
殷殷含糊，肥肥必补，两个是一一必答，一一两类，看了眼睛骨里，真叫人心旷神怡。这里的春天真美丽呀！哎，看见后头个有一只房子，奇怪，搿只房子假说看看是新的，茫茫是旧的，那么为点啥说里是新的呢？因为地主来的辰光还明白，必定是新造的。那么为点啥说里是旧的呢？那口里黑我灰墙，苍老古朴，一口就晓得老房子。先生，那是什么地方？哦哟，不离可见着，张记做你的今朝，我随时要带你到这一只房子里向去看一看。雪君，这个院落叫做雪清轩，是我前一阵子专门请人造的。今天我带你去参观参观。跟这里我还要讲住一个位，大概到门口嘛。这个大奇怪，上天该当我地主来呀，你姓啥个嘛？为点啥搿搭个环境似曾相识？那这个熟悉的呢？申布被钥匙拿出来，手起门开，两手指用这个大门，打，几把颗亮一亮，大大里向对对一口，一种古色风格的油落吹了自家眼睛门里。每到一打花园，花园的当中有一口井，清澈的井来球与半公擦干。井个背后，汤上堆起来个高山，高山的两旁边有两棵树，一棵梅树，一棵松树，一舟一我，一草一木，能够说些讲。具有巨浪，巨江，巨心，是真是伪是梦。每日的是松树，是我的阿叫清水种了浪的。边浪向搿间房间，
谁是我小辰光的希望呀？四季那十指玲珑，地下水女。走来的家，那自个一点点在分晓得家。瞧，我又在做梦了。雪君，这不是梦啊！今天你回家了。不是梦。真的。真的。你瞧。回家。哦，那么动子。今朝你请我出来追追自家，请我回家是真。为这一两抢我思想之情，你特地为我放下这个一座岁月，心里向一人感动。哎，只看见外面墙柱浪向有打磕个影子，最近一看嘛，哎呀！这个不是小辰光，还是要用鸡蛋磕了啷个嘛？童年往事历历在目，记得不三这个一年，外婆买着一只新的水棒。是这个，你到姐妹两家头来一个比赛，搿点决定你都拿得起。3天当中，啥人睡得黑，睡得多，那搿只水棒就归啥人，还是要来得个起劲呀。最后一块酒头嘛，用鸡蛋让墙柱浪向磕一蛋，最后一块磕一蛋。3天下来，磕至13蛋半。结果我以16块酒头的绝对优势赢得这个一只水棒，气得个阿姐要3天分菜我。为了13蛋半个边浪向磕这个气，动气在。哎呀，这个是30年门前的痕迹啊！哪会得吹了这种？放在个房子里向呢？其实甚至也难弄错在。这个房子并不是放在的，而是牛头牛羊从苏州搬得来的。张继为只要搬个一间房子，真是为叫煞费苦心。你亲自带着人勾搭摩托，先拿那老房子里向的结构花草树木下来，打好图样。留下来，在了每一块砖头、每一个木头，包括家具浪向，在下好好的上得个错。最是了，拿的么是一揉一揉，匀得满通。留下来，再像看图搭节目的讲，
恢复是那个当老房子里向的牛嘛。等待客厅上，搿种手又不是纺织品，啥瓜听啊牛张好，搿个心里向的激动、兴奋，简直无法形容。眼堂里向汗毛子眼里，面孔浪向辣浪水，湿湿对个手，疙瘩噜噜，回答嬷嬷，这难道是真的？我真的回家了，我真的回来了吗？张继看你激动得像个小囡这样呀啊！搿么呢，自家感得还蛮欣慰。雪君，先生，还有楼上。哦对，路浪向我曾经的卧室，再到楼上去看看。当然要去看看。不伦等等等，两高头一起上楼，右手边就是自家曾经的闺房。现在房门关下，上头一块匾额，3个大字“美术岛”。甚至转过来，谁打来房门，嘎噔儿推开，达到里向抬头一看，眼特着，不是一张卧室着，现在布置成功一个水平的陈列室。四面的墙头浪向挂哈着自家不同时期的水平，绿衣头、鹦鹉头、鸡公墙、鸭松墙。在眼里震惊的是北面正中墙头浪向挂哈着自家朝思暮想的一套公水手柄，确实不相信自家两只眼睛这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些绣品不是都给他卖了吗？是啊。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也要归功于张继的一番苦心。张继再离家生存，晓得这个人连侬4岁看得比自家生命还要重，失去水平是啥怎样的痛苦？而且你也晓得预觉。这个人不一定会得珍惜的是艺术品，所以一进那浪死气当天。最近朋友得到好消息，是的预觉啊，猎得了不这样子，人家过不下去的，哎，拿的么子一样一样，侪那浪卖出来。张继是来当我一件一件侪卖里下来，朋友是这一套骨髓不得了，已经喊出是天价值。但是因为是稀世珍品，门个人的神就蛮多，那也买，要买那不我擦称，到底啥个价位嘛？那还买里下来。张继单单回头子里4个字，哪怕倾家荡产，所以这个出自巨资。拿个地么是一样一样在摘子出来，等到给他西林西房子一烧好嘛，全部在挂出来着。学君，记得我曾经说过，绣品都是有灵性的，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回来的。先生，我这当子乃是暗我心呀！我万万分想着，乃对我讲的每一句闲话，每一个承诺，乃侪记了心里。今在一个里一个惊喜，真让我始料未及，应接不暇。你对我实在好，究竟为啥哦？
今三几回，是梦非是梦，是真心意内，有一心。昔日前后做对此恩，此心送配谁？明白我，受我女孩之风采，我一定是你不为，我女君派你来家为，许黑分。是为后来，为后来，为后来，我已扪心自问，岂不为你是一所思量？心温温，青崖斗转，飞一般玉人，空过夜雨来。你真下就是烈，腹中金虽然随花花来埋，胸中有江海，绝公人在离怀。一片痴情天难害，我慕你君你够凶为。自从第一次看见那个作品，受不那个艺术才华深深的吸引，这个对艺术的接触，乃深入温文艺术的性格，亲人善良的品质，乃让我张杰的心目当中，是个像一个不是人间以后的仙女。我张杰外海凡人接触上海几十年，可以说见过个出色的女子不少。不一茶上嘛，还有一时啊，但是这种感觉，但是从来分有过。深深难得逢知己，感恩天公千万万红衣，
历代披盖一心盖。知己被吃因被诛，胸中人人气爆来，四目相视。四目相视，心内去难开。美儿这谁儿待？又相猜一相随。心太太，心上飞，莫非好梦为非心？来，这个莫是已经梦头里想出一个，看你20岁生过来嘛，长见20岁还辣让人上去，2、3岁越活越紧，越活越紧，那么按榜上呢，才被0.01公分。哎呀，身在得肉相上。西君再多看，也有来日对内外也理论先生，听与会一代。妹妹姐，来让苏州来。我这里心生气，他那里100万，为什么虽有相猜，却非相猜？他向我错中知我意，他偶言说为当头菜，我命儿如此身上担。唐受今朝数定也必做两相害，心海中将人口海。这个意思呢？张启德眼睛门里的一位姑苏女子，使特子恋爱，更都是一份君白。真正的君子能发乎情而止于理，谁拿个一份感情罢了心底吧。一个偶尔情
无双，称名一个后，此是女神，夸世他们两相爱，时而为相猜，若相猜，时而难相猜，难相猜，难相猜，心儿一相猜。胜利的身体每况愈下。以上对张继说，你的狗眼花已经得知危机，再度复产共半年。张继得着小心的好比乌雷轰顶，一方面失去权益分家，另外一方面还得手里所有的事体，随心随意开始照顾生存。今朝老规矩，都知一下呀，上门前身体受定。雪君，今天你的气色不错，好些了吗？好多了。来，喝药。先生，您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日子？别问这些，喝了药病就好了。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说叫你好好的养病。先生，您就别瞒我了，我的病我心里头有数，因为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得计划一下，要晚了就来不及了。还不忍心再磨砺，还有多少？半年。半年应该够了。你病成这样，还要做什么？刺绣这门手艺精妙绝伦，但是立古至今，侪是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代代相传。如果有这样一本书，哪里的针法得知技艺全部写下来、录下来，就不用担心这个流失者。所以我想写一本绣谱，但是我这个身体已经写不动了。先生，这样我说您写好吗？可是雪君，你的身体……雪君，求您了。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博士家，善作魂，勤为本，贤养德，诚立身，孝当先，和为贵。来年好，谁在朝？你努力，后人好，共出言，祖国好，各位吉祥，节节高。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
扶正顾问。渗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渗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张继的眼球也红着。实上一位平日干荒的傻女子，你为只要侬数岁年日能够受下去，你要用生命的最后一丝余力来完成这样一本书谱，这个忙我难和不帮。恐怕这个是我张继最后能够为你做的一桩事体。是呀，所以从这天开始，张继陪了这个生日，两家的非亲往日，日以继夜构下这本书谱。一个讲，一个记，经过6个号头的奋斗达至今啊，这个一部中国历史上向最完整、最实用的刺绣工具书终于完成了，正式出版。张继卡文亲自努力捧得上门的。雪娟，瞧，你的绣谱出版啦！爸，接过来对上头一看，对眼落进4个字：随意收谱。这个4个字，张继搭里起个腰啊，从来分用过，这个还是第一组。3就把义光明，就是说，你辣我的心目当中拥有这样神级富呀。我的心愿打金子，种树莲子，但是可惜啊，这些辰光的生存已经开不出口子。只是抬起眼睛对张继微微一笑。我今朝件事能够摆上你这样的知己，我死而复活。张继也晓得，生是一个辰光不多长。雪君，你想苏州吗？听见苏州2个字，精神为之一振。但是眼睛里像会得发光个样，不知罗达来个力气，吐出一个字：想。那我要不要把冰城再叫来，你们见上一面？夜夜的眼睛一闭，2朵眼里滚下来。一代艺术大师方正是一个创始人，深受沈世君随这个离开这个世界，边浪的胜利可见妹子最悲痛欲绝，还不容易回过神来，实对让妹子枕头旁边拿出来一样么子，双手身上。先生，这个是你妹子讲的，可不那个。打，接过来一看，一插剑锋，一张红木的盒子。盖里打开里向一看，一幅手品，米黄颜色的豆子上头墨黑，手黑2个大字“签订”。哎呀！这个是我笔额浪向的亲笔，哪算得个浪向？笔浪向还有几个小字：后十翁随神。先生，你看一看，仔仔细细的看一看，这个是用什么是水的？是用头发。我妹子辣病重的辰光等我说。今年先生做生日的辰光，我也送不了呀特殊的礼物，谁关在我到外头去，侬这个2个字拖来，给不了。你年年夜夜百病满子拿了浪手呀，本来也想等你过生日的辰光亲手给不了，可惜分等到这个1年，你接下子一段的情事，谁人公？这个2个字，此时此刻，张继的心赛过像撕开来一样痛。
亲自作祟，这个是啥个情谊呀？你分明是想告诉我，你心里想与我张杰这个人的，张杰懊悔。那个人走地过去，为啥你的表白的勇气在不呢？现在新郎人起来，一切都来不及了。这个辰光，并乃是叱咤风云的张杰眼里老泪纵橫。胜利的张杰身家不移，你懂偶像欣赏，偶像倾慕，偶像理解，偶像帮助，偶像扶持，偶像关怀。后在听里吃不就平地花开，这个才是真正的知己情，知音文。甚至一个故事讲完了，甚至是中国之水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你让中国之水走向世界，使得现在扎过里水服、享用过里水平的帝王将相大部分人老早在消失了，但是甚至一个名字，在世界艺术的长廊当中永放光彩。总篇到此结束。